台北市树林昨天要光的时阵呢，竟然发生这破红漆的恐吓事件。捌参加过这香港反送中运动了后，走来到台湾生活的这个香港人唐伟雄，伊去年11月就捌受害过，昨又过一届啊。这警方是表示讲，目前已经确认这嫌犯呢是一个姓梁的台湾籍香港人，也毋过伊伫犯案了后就随浪港出境。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都要建立这个机制甲法律的对策，来因应这外部势力的跨国镇压行为。大门互人破规片红色油漆，捌参与过香港反送中运动了后来台湾生活的香港人唐伟雄，伫台北树林区开泰拳馆，去年11月份才互2名香港人破油漆，2月初4剃光的时，搁再互人破油漆，一定严重影响到伊的生活。昨天他们在破漆以后，我的房东非常的担心，所以我现在会决定先要停课，我要停业。根据警方调查，破漆的嫌犯确认是台湾籍的香港人，犯案了后已经坐飞轮机浪港出境。民团指出，这款类似的恐吓行为，伫台湾是愈来愈多，也徛出来谴责。因为毋但是唐伟雄，铜锣湾册店拢捌受过跨境的威胁。有民进党立委也表示，这已经显示出来，中国的跨境威胁已经造成人身的安全。汤伟雄先生的工作室也不是个案，之前还有铜锣湾书店，都可以看出中国想要用这个手段，让台湾、让更多的民主自由地区不敢说话。也有很多藏人要回去自己的家，然后要见父母亲，但是从西藏回来的时候有一个恐吓。民团指出，目前台湾也未有专门针对跨境镇压的法律政策，也是受害者通报机制等等。希望政府会当建立系统性的法律政策，来因应外国势力的跨国镇压手法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